是美南东都的新时代，英俊的外形来做招牌。我决定要用无名，成为咱名博客栈的代言人。迄个南哥吼，因拢定定咧讲哦，这出戏上好、上看完的就是无名。为什么？伊的台词袂超过2字，上济讲啊6字是无爱袂用的，嘿，就是永远都是这样子。武艺高强，千变万化，不是我水仙乌乱看伊。他既然身手利落，就是表示他在杨氏嘛是一个真厉害、有功夫的人。啊，为什么伊来到冥界了，伊变无爱讲话，而且到尾也变客栈的这个保镖？今日用名是名博客栈，啊，咱的新闻在冥界流传。有真侪支持者的名博客栈，因都会保全无名。在死之前，竟然是一个冷血无情的职业杀手。他是保镖吗？他是杀手，还是一位武功高强的一个学武术的人？各种不同的身份，开始让人开始来猜他到底是谁。保全客栈免受非议，保无名原理是非。名博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